呀，那得今天写这个有上面的，那策划跟进都，俺你那个审开跟进都，是我们这个谈的路，他妈是个人家，俺来一起等，你和这个来年度前边忙匆忙时间你人都等出来，能把投资的那钱那把手推进是马上。对，在那兄弟去公众可是我们啊，能够拉住就业。Yeah.